宛如继续来关心的是柯建辉的案件。柯建辉进前，互人惹了讲性骚扰一个女艺人叫黄芬馨，伫面册指控讲10当前嘛捌互伊性骚扰，当时是要求爱翕一寡性感的相片。这款行为，回到即马拢袂当袂记，袂当甲放袂记。这业界表演老师嘛指控这个柯建辉不良行为已经毋是头一摆，有真侪这个女演员拢有同款的经验。上新的消息是，这个艺人柯建辉进前呢，互人控诉讲伫表演课时，或者学生感觉安尼人无爽快。针对这点，伊表示讲，即日起退出演艺事业，停止演艺事业，停止所有公开活动，亲自反省诚心的悔失咧。你若互因两个走吼，你会后悔啦。啥物人毋是甲财产留家己后代？柯建辉演技真了得，搬笑开戏，大家是笑甲嘴啊里塞塞。甚至伊即马说红指控甲查某演员食豆腐。Hello， 我是黄云熙，欢迎回到云熙日常。旅游节目主持人黄文馨指控柯建辉，2003年伊演出舞台剧《台湾舞娘》时，当时做导演的柯建辉，说私底下讲伊问题，就是无够肉感。佮摕手机啊，互黄文馨看别个查某囡仔穿甲真凉相片，爱黄文馨买穿真少，交作业。毋过黄文馨实际问别个剧团的人，才发现无人甲伊拄到同款的状况。Hello， 我是小贤。加在当时，同款是戏剧成员的小韩，就去找行动电源为理由，甲黄小姐带离开。尾仔就私底下建议黄文馨甲家长讲这件代志，柯建辉才无进一步学袂来。10年后，黄文馨实名指控，毛小韩伫咧下骹流血，讲你真勇敢，希望未来囡仔伫咧做工课时袂有这做句。可以看到呢，娜美级身材的短肌。指控柯建辉的各那一个人，含加油队的成员，拢伫咧社群平台控诉。柯建辉伫咧选演员时，要求伊换正甲，佮一直咧向伊行喊，尾仔佮要求对方传8感的相片互伊。业界知名的表演老师嘛铺真侪篇文章指控柯建辉，讲有查某演员叫柯建辉问变怎表演亲密的戏，查某演员回答是导演指导过，柯建辉就当场甲伊无去亲密的戏，佮顺势甲查某演员卡来手来。我们只要任何 po 文，他都第一个先去按赞。对，风波是小袂停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柯建辉是真有心意来回失礼，嘛认为会当请这个人来改革。对片水证据，伊嘛决定为今日开始得退出演艺界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